在娛樂圈，始終有那麼一些女性明星，她們因美貌、才華而備受矚目，卻在婚後選擇隱退。曾幾何時，她們站在聚光燈下，擁有無數讚賞與關注，而如今，愛情的甜蜜與婚後的現實卻形成了鮮明對比，令人唏噓。今天，我們講述的就是陳敏之的故事，她當年風光無限，如今的生活卻讓人心生靈敏。TVB 在抖音平台上的第一次帶貨，你有看嗎？其中和鄭豪搭檔帶貨的女主播就是大明星陳敏之。和大多數的明星相比，她的家境可以說是相當艱難。在別人旋留戀父母的懷抱的時候，她已經逐漸扛起生活的重擔。中學畢業後，更是直接進入模特圈，選擇成為一名模特。他曾經將所有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全部放在了製作音樂上，可是卻被騙得傷痕累累。好不容易走進影視圈，事業也漸漸走上正軌的時候，兩位親人的離世更是讓他一度產生了輕生的念頭。提振信心之後，他開始重新打磨自己的演技。進圈10年後，憑借着《東西攻略》才第一次成為了女主。他曾經以為楊明是自己人生的救贖，可是對方卻背刺了他，轉身列交了富家千金。事實證明，大多數離開你的東西或者，那麼他的前半生究竟發生了怎麼故事呢？他現在又過得如何呢？逆境中盛開的薔薇花。他的原生家庭很是貧困，他的父親是一位裁縫師，母親是一位推銷員。雖然家中只有他和弟弟2個孩子，但是家中的經濟條件一直很緊張。據他回憶，他的母親並沒有一件拿得出手的首飾，父親唯一的配飾也只是一隻手錶，而這隻手錶算是公司的福利。很小的時候，他就明白了生活的不易，所以他在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邊上學邊打工，為自己賺取一部分學費。除了開源之外，他旋節流。他曾經有一段時間每天都只吃快餐，一個漢堡只要3元，一天3頓飯全吃漢堡的話，花費近9元。當時的他旋只是一個孩子，正在長身體的時候，為了節省開支，不得不從自己的牙縫中節省。因為他把部分精力放在打工當模特的身上，所以在學習上的精力也不如別的同學，成績也因此有所下降。有一次他趕不及，便將模特的衣服帶到了教室中，被老師發現後一通指責，說他你給我好好讀書，不要發明星夢。他難道不想嗎？可是上學，所以之後他不得不更加拼命工作。中學畢業後，憑借其174的身高和姣好的外貌，他孤身侵進模特圈發展。5年之後，在知名音樂人的發掘下，成為了一位歌手。扎根影視圈，勇奪獎盃。發掘他的是一位日本知名音樂人小室哲哉，他曾經和多位知名歌手都曾經有過合作，如安室奈美惠、鈴木亞美等等。在他將自己的精力、時間、金錢投入到自己的音樂事業上時，對方的不告而別讓他損失慘重。好在一家經紀公司發掘了他，自此他才踏進影視圈，成為一名演員。在一切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，他的外公離世了，緊接着他的父親被查出了肺癌，1個多月後也離開了人世。或苦是之前經歷的不幸太多了，這一次他有了輕生的念頭。生活太苦了，他感覺自己快要堅持不住了。可是看着滿臉滄桑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弟，責任心在拉扯着他更有的理智。最終，他算是選擇自己承擔起這一切，繼續生活。為了養活自己一家人，他顧不上收拾傷心的心情，重新練轉在各個劇組拍攝。在一次次的龍套表演中，他的演技有了很大的提高。此時的他只需等待一個機會，他就可以徹底翻紅。進圈10年後，他接到了他人生中第一部主角劇本《東西攻略》。
憑借着這部戲的精彩表現，她在觀眾心中留下了點印象。隔年她在電視劇《怒火街頭》的拼命表演，終於讓她拿下了她進圈之後人生的第一座獎盃——最佳女配獎。她靠着自己，終於在那一年站穩了腳跟，再也不是觀眾和導演眼中的誰誰誰。在她奮鬥自己事業的同時，她也收穫了自己的愛情。和楊明分手後遇到真愛。她和楊明是在人生低谷時相識的，當時的兩人或許是因為有着相同的處境，所以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很是投機。隨着兩人的深入了解，他們慢慢確認了對彼此的心意，成為了男女朋友關係。可是楊明本身並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，他的生活中不僅緋聞女友不斷，而且船多次踩在法律的底線上崩塌。但是從未見過光明的人，在擁有過後就捨不得放手。儘管楊明的身上有着很多的缺點和不足，可是身為女友的他算是選擇一直守候在他的身邊。但是楊明卻仿佛看不見他的付出，在遇見富家千金莊思明的時候，便火速選擇了和他分手。和楊明分手之後，他遇到了雷有信，在兩人戀愛2年後，他們終於步入了幸福的殿堂，成為一對合法的夫妻。婚後的他選擇了將自己的心思放在自己的小家上，對他來說，守候在親人和老公的身邊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她老公也有足夠的能力養活他們一家。可是據傳，她的老公因為投資不力欠下了很多債款，為了還債，她才選擇了重新復出，因此才能在網上看見她的直播帶貨。她憑借一己之力承擔了2個家庭的重擔，她真的值得人為之欽佩。她的人生好像一部苦難劇，上天總是在不經意間給她帶來磨難。但是有些人是從來不會被打倒的，他們就好像沙漠中的胡楊，石縫中的小草，看似不堪一擊，卻是這世間最堅強的。祝願未來的她能繼續揚帆遠航，走出自己最美的足跡。從09年開始，陳敏之以輝煌的職業生涯踏入觀眾的視野，成為大眾心目中當紅的女星。她出生於1979年，因一雙逆天大長腿而迅速被人熟知。15歲那年，她開始了模特人的生涯。雖然經歷了金融風暴、家庭變故，但她最終憑借努力與才華，在2001年加入 TVB， 開啟了她的影視之路。那些年，她接連出演了《下一站彩虹》、《美妮高解像》。然而，風光背後，陳敏之卻在個人生活上經歷了苦多波折。她的愛情長跑讓人懷念，也充滿了酸甜苦辣。最初，她與圈內男星的戀情備受矚目，然而卻因對方的感情不專致使兩人分手。接着，與現任丈夫雷偉信的戀情起伏不定，然而兩人在8年的風雨後走入婚姻殿堂。這段愛情曾令無數人羨慕，但夫妻相伴後，陳敏之卻感受到了婚姻的考驗。經過幾年的婚姻生活，陳敏之選擇逐漸淡出熒幕，專注家庭。然而生活的壓力卻伴隨而來。她的婚後生活未如意，經濟困迫的傳聞不斷。媒體爆料，她與丈夫同居多年卻一直租房，生活支出和孩子撫養負擔似乎讓她喘不過氣來，直令她頻頻出現在夜市為危子挑選平價商品的場景，更是讓大眾心生靈敏。有人問，曾經風光無限的她為何甘願隱退？難道在那閃耀的舞台上，竟沒有果敢的選擇與後續的生活掌控？其實，在婚後，陳敏之不僅需要面對家庭瑣事與孩子撫養的壓力，船有令她深感挫敗的經濟困境。即便如此，陳敏之依然努力嘗試在事業與家庭之間找到平衡。她在美容行業投資，甚至成立了自己的護膚品牌。儘管事業的浮出之路荊棘叢生，但陳敏之依然保持樂觀的態度。她以往的社交媒體照片上時常流露出幸福的笑容，但背後藏着的經濟壓力卻令很多網友為之擔憂。大家不禁疑惑，如今的陳敏之是否已經從婚姻實質中收穫了真正的幸福？
在婚後，她努力撐起一個家，而外界對她的評論則形形色色。在所有不在乎表面繁花的價值觀面前，唯有家庭的支持與陪伴才是她最終要追求的東西。即便在最黑暗的歲月，她從不曾放棄家庭與事業。經過茫茫人海，她始終相信這一切終將有一個結果。在不久的將來，她將運用自己的智慧與勇氣，繼續迎接更光明的未來。然而，我們剖析陳敏之的故事，是否能引發人們更多的思考？女性在婚姻中經濟依賴是否勢必成為她們的隱退？又或者是她們需要找到重新定位自我的有效途徑？在這個競爭激烈的時代，女性是否應該勇敢追求自我價值？即使是面對愛與婚姻的雙重挑戰，也不要輕易放棄。只有堅持追求夢想，她們才配在生活的舞台上重新嶄露光芒。